人仔創新高，銀行齊唱好。呢個市唔得，嗰個市又唔掂，仲可以買人仔避險。尋日人民幣境內在岸價收報每美元兌6.2107元人民幣，係94年人民幣市場化以嚟最強嘅水平，升穿6.2關口，指日可待啊！有銀行界人士話，人仔短期仲有得升。新一年嘅內地嗰個貨幣政策咧，預料會重穩，因此咧，無論係離岸人民幣或者在岸人民幣咧，相信咧都會出現一個係偏強嘅情況出現嘅。有分析話，兩會之後，市場期望短期有措施出台支持經濟，氣氛冇咁悲觀，都對人仔有支持。外圍形勢亦都有利人民幣匯價，好似塞浦路斯凍結大額存戶戶口嘅極端措施，可能會刺激歐洲富戶嘅資金外流，加上美元見頂回軟，都有利非美元貨幣，包括人仔嘅短期走勢。不過短期內想升穿6算，機會就唔大啦。